为了好偏向重大伤病患者伫事故发生30分钟内会当真紧得到急诊医生的评估，需要30分钟内安全转送到医学中心治疗。新台病院率先宣告推出创新的跳岛计划，也是援救护车转诊的创新模式。新台病院急诊部医生表示，急救就是争取每一分每一秒，无放弃任何机会。跳岛计划基本上说穿了，它其实就是一个原车转诊的一个概念。那因为一般我们遇到重大创伤的时候，我们在转送过程中其实会非常的慌乱。那我们就有跳岛计划一个原车转诊，然后让地区医院的急诊医师、护理师和消防局的 EMTP 们一起合作，把病患做初步的稳定之后，用最短的时间把病人做后送，然后快速的送到医学中心。这大概是一个跳岛策略计划的一个核心思想，这样子。跳岛计划伫2020年7月实施到达，已经超过50位重大伤病患者受惠，其中43位伫有生命现象的状况转入加护病房接受照护，有22位成功出院持续复健。台新闻管制林英光采访报道。